师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案给各位听，好不好？非常重要，题目叫做“最后一生佛”。公案的内容提到，有一位杨先生，因为父亲很好赌，喜欢赌博，败光了所有的家产，家计陷入绝境了。杨先生是耕作农田的，有时间就为人拉牛车、运砖块，那维持家计，将爸爸失去的田产赎回来，分配给他的兄弟姐妹，让他们各自努力去耕耘。杨先生亦有子女9个人，一生为衣食奔波忙碌，很少有机缘能够听闻佛法。各位，听闻佛法太重要了，听闻佛法你才能够了解世间的真相，不会颠颠倒倒，不会去执着贪求，不会跟别人结怨结仇，所以要听闻佛法。杨先生到92岁的时候他生了一场重病，虽然病入膏肓，但意识都很清楚。学佛的孙女就请法师来给他开示了，为杨先生方便皈依，并为他开示6道轮回以及娑婆世界种种痛苦，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愿力，还有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以及如何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详细的介绍一番了。杨老先生听完法师的临终开示以后，杨先生就跟着家人一起念阿弥陀佛了。照顾他的家人都太累睡着了，唯独他还非常虔诚恭敬的在念佛，念佛的心很恳切，使尽了最后的力气杨先生双手合十拜佛。他的媳妇看这个情况跟平常不同，就上前关注他。杨先生就告诉他的媳妇阿弥陀佛来过2次了，我已经答应他要跟随他的脚步到西方了。杨先生就跟他的子孙抱怨，真的有阿弥陀佛耶，为什么你们以前都没有告诉我呢？不久之后，杨先生在念佛声中安详的往生了。各位生命有生就有灭，人除了生命还有一个慧命，就是你的神识永远没有生灭，只要有一口气在，你就念一声佛，行住坐卧不离阿弥陀佛。当临终一声阿弥陀佛出口，你一生的行业也就随着最后一声佛离苦得乐，往生极乐世界。我们面见阿弥陀佛，能够花开见佛。各位，这是真实不虚的公案这个老先生就住在三重之前我们的老年友就曾经跟我讲这个公案，我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很少介绍他们的经过。今天借用这样一个因缘，我把这个真实不虚的公案给各位大家转述，希望大家建立信心。这个老先生临命终的时候，因为靠着孙女的孝顺，邀请了法师来给他临终开示。他念佛时间很短暂佛照样不放弃他。最后他跟着阿弥陀佛顺顺利利、圆圆满满的到极乐世界。由此可见，阿弥陀佛圆满究竟的慈悲，对众生永远不放弃。只要你肯相信、愿意念佛，阿弥陀佛就是你的希望，能够让你方便，让你安心。佛对众生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很感恩阿弥陀佛。老先生最后就是拼命的念佛，他知道一辈子这么辛苦，这么劳累，为了家庭贡献这么大的力气，但是他从没有听过佛法，好不容易最后要走的时候，才能够听到真正的生死大法，他开心，他拼命的念佛，真心诚意感动了诸佛菩萨，阿弥陀佛前来放光普照，就救度他了，所以他能够顺利跳脱6道轮回，往生净土。我们替他高兴，我们就用这样真实的公案来给各位大家介绍分享希望大家共同来勉励。南无阿弥陀佛。